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游戏的剧情发展越发扑朔迷离，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存在的价值。思聪的离奇失踪，让我们开始新的征程。哦，你是天生这么冷，所以才叫冷箭的吧？人家这么调戏你，你好歹也像 Siri 一样给点反应啊！我看你也是可怜，跟着这个废柴太子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不过你在这太子府里打工，福利应该不错吧？有没有五险一金啊？有没有分配房子？不过我看你就是有房子，也是没时间住啊，每天都要跟在太子身边当保镖，这一不小心呐，咔嚓一下，小命就没了，哪有命去享受这个福啊？好了，开玩笑的，我呢是想活跃一下气氛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也累了，你要不要下来一起泡个澡？班班班。啊，斑斑斑，昨夜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，多烦忧。斑斑斑，啊，斑斑斑，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，好辛苦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哎，啊！你这臭流氓！啊！啊！呀呀呀！你这死变态！怎么这么无理的你？啊！我不管，你要对人家负责任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哇，他姑妈呢？管他姑妈呢，重点是景。那颗景呢？景不就在这儿吗？咦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阴风阵阵的？难道有鬼？元宝哥，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好怕呀！哎，别怕，我保护你嘛。我需不需要回避一下？干正事啊！这里好像有人来过，难道是高思聪比我们先行一步？可是这里这么乱，不像是一个人的手法，看起来应该是一群人来过。对，一定是一群人。可是三根哥昨天晚上说，太子妃临死之前只对他们两个透露了这个秘密吗？那还有谁知道啊？难道思聪被人抓了，然后被严刑逼供？以郭思聪这种人，
是不可能被抓的吧？该不会是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了这场戏吧？如果思聪哥真的被抓了，那岂不是他有危险了？小明，你想太多了。以你思聪哥这种人呐，是不可能让自己被别人抓走的。哇！谁呀？没有流龙血。三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三根哥，那下面什么都没有吗？还有一个女的。吓死吓死宝宝了！刚才那个女的，就是那个姑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认识她姑妈。所以我们上哪去找思聪哥呀？对哦，我们还要找郭思聪呢。只有找到他，我们才能找到刘龙喜。哎，小明，把你的水递给我。渴死了。要不我们回银安殿去看一下吧。太子妃刚死，现在银安殿乱哄哄的，估计思聪哥不会在那儿吧？哎，这很难说吧？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你说的对，也是有这种可能的。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好累。我们就是刺客呀！哎，上面有张纸。幽兰谷，救思聪。哎，这个幽兰谷这么熟悉的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哎。郭思聪被抓了。看吧，这就是独自行动的后果吧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肯定是他偷刘龙喜偷不成，所以才被抓的。那思聪哥现在应该身在险中，我们赶紧去救他吧。走，我就不去了。上一次我有难，他也没来救我啊。那万一他有生命危险呢？那也不关我的事啊。小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像郭思聪这么会耍小聪明的人，他肯定会想方设法逃出来的。他是生是死跟我们毫无关系，但是如果刘龙喜在他手上，那就和我们有关系了。是啊，真是累街坊。哎，元宝。龙喜顺便去救的他啊。那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走吧。走走走。
哎，元宝走，啊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你已经看过人家身体了，要对我负责。负责什么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你帮我逃出这里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开玩笑啦！要你放我出去，哼！哎，比股市突破1万点还要难呢。你这个石头脑袋！哦，喂，等下，你不用害怕，这是保湿面膜，不是什么独门武器。这鬼地方干燥的要死，皮肤都变干燥了。要不要帮你也来一张啊？你不是那天在路上追我的人吗？你们终于来了！这下有话好好说嘛。看你好像还挺舒服的样子嘛。我就说，我包包里面的面膜为什么会不见了？原来是你偷的。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的？偷什么偷啊？你们也知道啊，这个游戏物资紧缺，我急急忙忙什么都没拿，就顺便拿你一块儿。思聪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心灵受到了重伤，我失身了。哎呦呦，就你这样还失身呢？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也不是来救你的。他们是你的同党吗？不是，我们绝对不是跟他一伙的，我们是来找刘龙喜的。至于他呀，你想要，你拿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我们是一个 team 啊！刘龙喜在哪？思聪哥，是你拿走了刘龙喜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没时间，来不及去找，就被这个闷油瓶给掳过来了。哦，原来不在你这呀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俩了，你们慢慢喝。几位侠士，既然来了，又何须匆匆而回？虽然不知尔等是何方神圣，但爱妃之死与你们也脱不了关系。房姬虽已离我而去，但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我保管刘龙喜。待我离开幽兰谷，助我登基，为百姓请命。不知五位侠士是否愿意为天下苍生共谋福祉，为百姓请命？原来是有阴谋的，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们才不会对我这么好的，还买个新木桶给我泡澡。哼，助你登基，这趟浑水我才不会趟呢。真爱啊，这个男人是真爱啊！元宝，你不要那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好不好？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。再说了，按照之前任务的安排，这拿到了龙喜之后，下一步的任务很有可能就是要杀了他呀。女生姐，但太子他看起来这么真诚，你确定我们下一关的任务是要杀他吗？不能杀！几位侠士初次见面，也很难推心置腹。但自古以来，皇位的继承必然牵扯腥风血雨。今我被囚幽兰谷，虽身陷凌辱，但先帝遗诏，天命不可违。如果几位侠士能够相助，必定克服重重难关困难，扭转乾坤。他日我定为百姓谋福祉。好领导，靠谱给力。人家瞎说几句话就把你给洗脑了。就算我未能如先帝所愿当上皇帝，
也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。但我现在应该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，去完成我的使命。人生有多少个10年？我一定不会辜负对我抱有希望的人，我一定会完成我的使命。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努力。我努力赚钱，不前不后，为的也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努力的付出。明君呐，又一个被洗脑了。你不要以为打了针鸡血就以为能当凤凰啊！就算几位侠士未能相助，我也不会埋怨你。但如果各位鼎力相助，我定会加倍奉还。如有任何需求，我定会一一满足。真的？什么都能满足？哎，这就多了。金银满屋是有的吧？后宫3000也是有的吧？什么绫罗绸缎，看他说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也是有的吧？啊？你是玩游戏玩疯了吧你？你留在这儿过下辈子吧。等我再想清楚了以后，什么是可以拿回去兑换的，我再告诉你啊。几位侠士，请助太子一臂之力。哎呦，我的大哥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干嘛行这么大的礼呀？我们又没说不帮。帮，我们一定帮。不过我们可以怎么做？现在是要先找到刘龙血的下落，才能知道下一步怎么帮助太子哥哥呀。实不相瞒，昨日二王爷以捷足先登夺走了玉玺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兄弟反目，为了争皇位撕逼是吧？哎呦，可是冷剑呐，你是怎么知道是二王爷搞的鬼？昨夜在银安殿属下应战的，正是二王爷的东瀛武士。什么？东瀛武士？那些人很能打的呀。不行，我还是考虑一下再答应你吧。胆小鬼，我要打10个，就算100个，我们在所不辞。为了真爱，我们挺太子。元宝，你入戏太深呐，我们是在游戏里。为了我的前程，我挺太子。那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吧。要是玉玺真落到二王爷的手上，那太子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为了正义，我挺太子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已经蓄势待发了。为了道义，我挺太子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玉玺找出来。我们赶紧去夺回刘龙玺。为了荣华富贵，我挺太子。太子告辞，我们出发了。走。元宝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单独约我出来吃饭啊？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想法？什么想法？关于太子这件事。哦，你说帮助太子登基啊？这个我倒不是很确定，只不过想到这也是任务之一，所以我就答应啦。我不是说帮太子做皇帝。那就是太子本人。我对他可没有什么想法，毕竟人家是有老婆的。我是说，难道你不会被他们两夫妻的真爱所感动吗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这个我倒没什么感觉。我以前被我的前任伤得太深，觉得女人都很拜金的，全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爱。直到我遇见了你。
直到我遇见了太子的太子妃，我又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爱了。元宝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感动，只是偶尔会想到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就觉得好不真实。虽然游戏是假的，但感情是真的。我们两人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，这就是真的。茫茫人海中相遇。哎呀，同学，你的书掉了。是啊，我的书掉了。要不我帮你捡。你叫？不要问我名字，我们只是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的陌生人。那再见，有缘的话。等待是最长的陪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